我發現有啲人俾建議，其實唔係想幫你進步，而係想提醒你，佢覺得自己行得比你更前。我哋成日會遇到一啲人，佢哋習慣用身上嘅名牌，或者喺社交場合識唔識得交際嚟衡量自己嘅價值。有一種特定嘅自大，係會令佢哋覺得憑住呢啲外在嘅成就，就有權去對你嘅人生指手畫腳。我最近喺度反思緊一個人表達意見嘅方式。當一個人基於自己擁有嘅物質，或者玩弄社交遊戲嘅手段嚟強加建議俾你嘅時候，佢嘅語氣已經暴露咗佢嘅底牌。佢哋期待嘅唔係你嘅成長，而係你嘅認同。因為只要你同意佢係啱嘅，你就等於肯定咗佢嗰套生活方式係高人一等嘅諗法。對佢哋嚟講，重點唔係條路點行，而係佢哋嗰個高高在上嘅位置。試下換個角度諗，如果佢哋所講嘅嘢真係啱嘅，你自己都會睇得到，真理係唔需要強加於人嘅。我意識到，其實我自己都可以好清晰咁分析前方嘅路，而佢哋嘅觀點亦唔會削弱我嘅能力。無論佢哋擁有幾多奢侈品，或者有幾高嘅地位，對我嚟講都冇分別。到頭嚟，要過自己生活嘅人始終係我。如果對方嘅動機係想貶低你而唔係同你對等交流，咁佢哋嘅意見只不過係雜訊。我發現一個人可以擁有最昂貴嘅嘢，其實係你自己嘅見解。真正嘅涵養唔係要強迫人哋聽你話，而係對自己嘅選擇有足夠嘅安全感，令你唔需要透過人哋嘅跟隨嚟證明自己嘅存在感。如果你都試過喺嗰啲高人一等嘅建議面前，默默咁守護住自己嘅路，我好想喺留言區聽下你當時係點樣堅持自己嘅立場。